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7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4例本土病例，嘛增加58个带病入境。指挥中心决定第3档的加强社，让12礼拜就会当住。就说今仔早起9点开始落雪，气象局表示，后礼拜2有大陆冷气团要来，高山嘛是阁有机会会落雪。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阁增加4例本土病例，嘛增加58个带病入境的案例，美国入境的上多。指挥中心针对第3档的加强社决定讲，要缩短到让12礼拜3个月就会当住，嘛要开放所有的人拢会当来住。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4例，那境外移入个案有58例，总共是62例。死亡的个案没有，那入境的国家，以美国为大宗，有35例，所以我们现在从1月7号起，COVID-19 疫苗追加剂，就我们俗称的第3剂，间隔缩短为至少12周，是满18岁以上的民众，大家都要打应接种追加剂，只打了2剂的 A 剂的人，那我们不建议第3剂的追加剂再打 A 剂。防疫计程车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就是不算在这个群聚里面，它的基因的定序是不一样，虽然都是 Omicron，所以我们把机场这个防疫计程车司机当作是另外一组。那目前呢，看起来从直接的这些接触者，尤其是家庭的接触者，那都是阴性，那在这一圈里面是让我们觉得比较安心的一环。桃园机场的群组感染，今仔又搁增加4例。其中机场是新增加一个保全公司的查某员工患着病哦。桃园机场随着扩大护人来采检，针对防疫客停车司机，佮有机场的保全哦，拢陆续来进行采检，要来厘清感染的状况。桃园机场群组案扩大，新增加4例。其中机场增加一个保全公司的女员工确诊。桃园机场扩大护理，佮做采检。初7透早4点开始，除了防疫客停车。还佫针对走廊走远度防疫的车做采检，由部立桃园病院来负责。按算会加1000外的司机做采检。为即马开始，防疫客停车的运将若采检结束，会发一张绿卡，当作是识别证。有其他司机说什么会觉得麻烦？你会觉得麻烦吗？不会啊。为了配合防疫是不是？对啊，当然啦，红黄英雄哎。大哥们，我们要做这个口水唾液的筛检，然后希望说筛检之后的话，这些大哥们都可以安全的提供他们的服务。保全上下班了后下班，主管交代爱注意的事项，唔通去人较济所在，嘛唔通群聚，而且爱定时通报体温。机场的保全早起9点全面做采检，按算391个人拢会做 PCR 的检验，要来厘清感染的状况。若针对有人质疑讲，伫咧采检的结果出来进前，保全也是继续咧上班，敢会有病毒外传的风险？王必胜嘛做出回应，已经做了初步的疫调，跟他有非常相关的，就是说风险比较高，已经匡列隔离了。那剩下这些，那我们先做采检。那采检之后，那当然一方面看结果。王必胜表示，初步看起来，保全甲清洁人员确诊并无交叉的关系。详细情形还佫伫咧调查当中，要求中昼进前都要采检完成，希望下晡检验的结果会当出来。而且为初7开始，防疫车队每3天都要检测1届 PCR。目前机场除了清洁人员、防疫客停车的运将，还佫有保全确诊，敢是要全面做采检，还佫伫咧讨论研究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烧话事件，计共已经有11个人患着病哦。一调嘛发现讲，之前患着病一个清洁人员捌去挂优惠，昨早起嘛扩大来采检挂优惠相关的接触者，530个人，有3个人验出阳性，其中2个人是挂优惠的会员，佮有1个是其中1个会员的亲人哦。防疫另外是认为讲，病毒嘛已经进入第2轮的感染咯。消毒车对爆发群聚感染的瓜友会大门口咧转消毒水，相关的卡也有包含大润发中正市场，还佫有4颗链等的环境咧做大规模的消毒。桃园市卫生局一直到初6的暗时啊，社区采检站有采验到2273人，瓜友会是采检576人，拢总是采检2849人。采检的结果内底有4个人是阳性。
其中歌友会拢总验出3个人是阳性，其中有2个人是歌友会会员，是58岁查甫的计程车司机，还有59岁女性。这含确诊者清洁人员按17239，歌友会卡也有真侪相他的所在。一位姐姐碰到那个清洁工，聊天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也感染到给她妹妹的。计程车司机跟清洁工聊天比较短暂，在半个多小时左右。歌友会第3个确诊者是59岁女性的确诊者，因带做伙的人。防疫人员认为讲，病毒已经来到第2轮的烧化，会来挽过树林找出源头。桃园市长郑文灿嘛下令要来扩大采检，含因带做伙厝内的人嘛爱采检。我们有一个群组，他从群组叫我们来，1个多月没来，他也叫我要来。金厂歌友会的部分，那么扩大采检是必要的。那包括同住的家人，那也要通知。另外，其中有一个确诊个案，有2个囡仔，因是桃园市中坜区某一个国小的学生，为着要避免疫情扩大，校方伫初6的暗时紧急通知家长，伫初7全学校做预防性停课1天。别走，别走！有学生家长扣讲全校性的预防停课，在校进行做一个防疫的工作。郑文灿表示讲，伫15进前是入境的观望期，Omicron的变异病毒株一直咧增加，逐工拢是压力测试，无一工通送人。这个防疫的大作战才拄要开始尔。记者综合报道。有专家认为讲，目前应该已经是发生2波的传染咯，有可能是机场人员的自主健康管理哦。来回报有空芳，病毒嘛已经进入社区。指挥中心宣布讲，双北市家人桃园等应变病院3天内底必须爱甲病房清出来，嘛爱加开5趴到2成的专职病房来收确诊的病人。病院紧急甲病床甲病房做消毒，准备要收治疑似或者是确诊去患着新冠病毒的个案。为了阻挡这波本土疫情失去控制，疫情指挥中心初6拜四宣布，双北、家人甲桃园等等的应变病院，伫3天内爱加开5趴至20趴不等的专职病房。针对这点，新光病院表示，有去年5月份本土疫情的经验，会甲病情相对较稳定、住院的患者安排优先出院，所以病床量出来应该唔是问题。先停止收门诊的这个住院病人，病情稳定的，那辅导他可以出院的那个可以做。那第3个的话，就是 ICU 里面如果是病情稳定的，可以往普通病房来移，那就可以把 ICU 的这个 COVID 的这个专责病房把它腾出来。因为桃园机场的群组案，拜四暗时佫传出有4个人确诊，包括一个机场女性的保全人员、3个歌友会会员佮家属。有专家认为讲，这代表至少已经发生2波的传染。机场的自主健康回报佮管理出现空窗，病毒已经进入社区。有好几个人呢，已经疫调到他头上的时候呢，他才告诉你他人不舒服。他都生病可能快1个礼拜，他也没有去做任何检验，桃园机场也不知道。所以桃园机场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类似医院的地方，是一个危险的区域。专家提醒，这个群组案一定还未找出来的，都要观察1个月，才会当确定对社区冲击的程度。嘛，呼吁民众，若是出现呼吸道的症状或者是有疑虑，都要主动去做体检。建议民众在申请的期间，尽量唔通去人丁较侪的所在，对控制疫情会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防疫旅馆接连续传出有人胃着病，目前嘛已经有4间的防疫旅馆哦，佮加上桃园机场的群组感染，双北市市长皮是拢病甲真严。台北市长郭文地今仔就表示讲，机场旅馆佮病院3种场所的工作人员应该让3个月，都互伊来住第3档，嘛马上爱立名单来住。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呼吁中央爱重新来检讨入境的规定。台北市防疫旅馆小连续发生确诊，初6出现第4间。这间防疫旅馆的天棚甲隔间壁有漏棚，是不是造成Omicron传出去，也有待调查。目前台北市防疫旅馆达到85%的大房率，已经是进步啊。台北市长郭文德已经有找到新的7间业者加入营运。防疫旅馆是这样的这一样在量跟品质当中还是要取一个平衡的，你也不是一直扩张你的所以我倒觉得这样，我们还是会检查。不合格还是要退出的但是我们会再找新的防疫旅馆进来。即马桃园机场规定小话摊开，冲击双北甲桃园的首都区。郭文德表示，这届疫情已经是社区感染，认为唔免伤过紧张，大家基本上拢有做过疫苗。不过，伊主张机场、旅馆、病院这3类人员应该爱立刻注册做第3剂疫苗。
常常是不需要打都跑来打，反正把那个需要打的都挤压掉。所以如果要真的要收3个月的话，应该是机场、医院、旅馆这3组的照射，然后在这1个礼拜内满3个全部给他打一顿。郭文哲赞同缩短第3剂注射的时间到3个月，认为爱采取立即的行动。但是新北市因为伫桃园的隔壁，影响上大。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连做疫情以外，该停办活动都爱停办，爱全面戒备。也再一次呼吁中央重新检讨入境规定，第3剂嘛爱赶紧做。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波疫情，台南市长黄伟德是认为讲，若是疫情继续炭烧，春节的活动应该停就爱停哦。嘛强调讲，就算中央无要紧急升级，若是台南有疫情，市政府就会考虑来停办春节相关的活动，随时接个检讨。旧历过年就要到啊，安平相关的业者也当咧传话，准备要伫过年时啊好好做生意。不过桃园机场群聚感染案扩大，各县市也拢甲批变互安。台南市即马阁有风声讲，若是疫情野悬，阁有可能会取消过年的活动。对此，大部分的店头啊，拢表示会当配合政府的措施。那一切还是以那个防疫中心的规范为主，那也是配合着市政府还是市长的一些防疫规范。那现在看到那个疫情这样子有点要扩大的趋势，我们现在也很担心。希望说我们这次疫情能够那个防疫的要守得很好，如果守不好的话，到时候疫情破口，大家又回到像这个今年一样，都不敢出门。桃园爆发群聚感染，确诊的病例数一直在增加。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讲，按照往例，疫情若是野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会有关疫情警戒，台南市府当然会配合。不过，若是干那台南地区出现疫情，防疫规定当然嘛会缩搁较严。亲像运动、翕相拢爱挂嘴暗，活动应该停办就会停办。不过，伊嘛强调讲，唔是即马就随便动点。台南的国际蓝展，我们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停止了。马拉松，古都马拉松也因为疫情关系也停止了。然后有一些球赛，像那个 U12也是停办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并不是说现在要停办，疫情单独发生在台南市出现重大疫情的话，我们该停就会停。目前台南市府也当咧研议要定相关的评估标准，若过年的活动会看本土疫情的发展，随时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玉山落雪后，对早起9:01分开始落雪。气象局嘛表示讲，后礼拜2因为阁有冷空气的报道，所以高山嘛是阁有机会会落雪。玉山的气象站传来画面会使看到讲落雪哦，高山规片拢是白色的。玉山地昨暗到今仔透早有落3解美丽大雪的雪。气象局是表示哦，这波东北季风顶级的冷空气是头一波，会一直影响到初9礼拜日，后礼拜1路会淡薄仔减弱，也毋过气温大概只有回升1度尔尔。后礼拜2会阁有第2波的冷空气来报道，可能会是大陆冷气团顶级，到时阵哦，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嘛是阁有机会会落雪。因为最近国际的热数真欠缺咯，介绍是起真济，嘛影响到咱国内肥料的介绍。早起有民进党立委就建议讲，应该爱用战略物资来看待。农委会是强调讲，起价的部分政府会吸收哦。目前台北的产量是真有够哦。经济部嘛表示，提供到3月份之前，应该是拢无问题。尿素断货危机。行政院总动员，立委徛出来呼吁政府都要注重国际药素供应欠缺的问题，因为出口国中国从去年10月开始，过来做能源控制，限制药素出口，造成国际药素公司失去平衡。台湾的药素的价销因为安尼起真悬，一公吨的价销对去年200块美金，上悬起到即马830块美金。因为药素是肥料重要的生产原料。对农用药素的供应，农委会强调讲，起的部分政府会来甲吸收，每一个月上悬会用1亿5000万来补贴。去监控原物料的上涨的幅度，那透过这个幅度本身的一个涨幅的50%，我们直接去补贴到我们的肥料的供应业者。那对农民来讲，他还是一样用原来的价格来去买。尿素是全部可以买得到的，我们备货也备到至少备到明年的4月份，所以农业尿素的供应是应该充足的。也若工业用的药素，
因为尿素是5期到6期柴油车用来降低污染重要的添添物。经济部强调，工业用的尿素的供应商的准货、供货到3月拢无问题。3个主要供应商，他们表示，其实他们的存货供应到今年的3月、4月都没有问题，而且他们目前还持续在购料进行中。那所以在加油站都可以充分供应尿素的加注的服务。我们自己的加油站呢，我们来掌控的话，大概我们还是有我们足够的存量，大概可以维持3个月，大概在3个月左右。立委呼吁讲，政府都要激头壳提出撇步来思考尿素欠缺的问题。行政院应该派副院长沈荣鼎出面，成立下部会小组，并且要较敏捷来找这个尿素的生产国来做合作，都要找较侪源头来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发布新闻稿指出，讲中国品牌的小米实体5G 手机有软体会针对政治敏感的事主动来检查哦。也毋过台湾的分公司是好啉，强调讲因将来毋捌安尼做，未来嘛袂有任何限制。NCC 去年10月开始检测小米集体5G 的手机发现其中7个 App 会为电脑主机下载政治敏感的关键字词，像讲蔡英文、民进党这种牵涉到政治字词，会为电脑主机比对档案，认为可能有阻挡联盟，也是将看过什么回团的议论。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这些文字，例如说可能是商业广告，或者是像说对政治方面的这些的词汇的时候，那可能应用软体会不会就因为针对这样的个人的一个使用，然后去做回传追踪。NCC 表示，原则上各个厂牌手机对使用者牵涉到隐私资讯，提供设定开还是关的功能选项。按过小米集体5G 的手机并无提供消费者这个选择功能。烦恼电脑主机顶字词过滤档案就算清掉，制造商也当为别位启动检查还是过滤的功能。针对这部分会持续调查。通常我们会连到云端，其实不外乎就是更新档案。好，或是一些应用程式的资讯的交换，可能有一些比较机密的哈。那我觉得相当于这个当然是会值得重视的事情。对这代志，台湾小米是声明维护用户隐私安全，以最高标准经营，并遵守法律规范。一向是无，将来嘛袂限制。回传也是阻挡手机用户的任何个人行为。小米也回复通信传播主管机关 NCC 表示，伫台湾所卖手机甲进前互立陶宛政府点名内部移设文字审查功能的同款手机软体版本并无同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一台对意大利米兰出发车搭飞到印度的飞行机，机顶有179个乘客，有125个人伫机场体检拢是阳性。印度政府出动大批救护车，把所有人载去隔离所观察。मिलान से पैसेंजर आए थे। इसमें टोटल नंबर ऑफ पैसेंजर्स 179 थे, जिसमें चाइल्ड और इन्फेंट्स को एग्जेम्प्ट करने के बाद जो कैटेगरी होती है 160 लोगों का टेस्ट किया गया और 160 लोगों में 125 गॉट पॉजिटिव। 针对 Omicron 变种病毒惊人的速度传开，真侪国家开始实施新的旅游限制，亲像要求入境的国际旅客必须爱伫机场接受体检。印度北部的阿姆利则机场，一台初6下晡为意大利米兰飞到位的航班，都出现真侪感染的事件。当局唔敢放令，出动大型救护车，将班机所有人全部载去隔离所观察。印度初6迄天新增加超过9万的确诊病例，比1礼拜前成长6倍。24点钟内就接到325件感染死亡的案例，不过敢若一件是甲 Omicron 变种有关。不过 Omicron 感染数字短短2天增加将近2倍，伫一寡城市就已经是主流的病毒。官员呼吁应该避免任何形式的集会活动。总人口超过2亿的印度第一大邦，同时也是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大票仓北方邦，初6取消所有的竞选造势活动。来看法国，国民议会初6表决通过马克宏政府所提出的疫苗通行证措施。不过，流行病学家凯撒琳·希尔是指出，以突破性感染数量增加这么多来看，注疫苗加军队免疫这个理论，拢未当阻挡疫病的传播。Donc la vaccination antérieure ne protège rien. Donc on ne peut pas compter sur l'immunité acquise par la vaccination, puisque
l'Omicron s'en fiche. Donc, oublions l'immunité collective pour l'instant. 希尔建议加强检测甲隔离，除了药局以外，必须爱伫学校、疗养院甲办公场所进行更较接的检测。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Omicron 继续的拖，智利宣布后礼拜开始做第4档的疫苗。另外，伫统计局因为当地人对国产疫苗将有信心，所以注射率是有提悬。葡萄牙嘛继续推出好康的，亲像做第3档，就使免费看卡球赛，来鼓励民众去做预防针。全世界疫苗注射率上悬的国家之一，智利已经有超过85%做过2剂，57%做过第3剂。为了要应应高传染力的 Omicron， 政府催落宣布要做第4剂。智利12月初通报第1例 Omicron， 告诉嘛已经有700例，大部分拢是境外移入。Experiencia nos ha mostrado que la eficacia de las vacunas y también de los refuerzos disminuye con el tiempo. Y también con la aparición de nuevas variantes. Vamos a iniciar un nuevo proceso de vacunación masivo con una 4ª dosis o una 2ª dosis de refuerzo, porque necesitan reforzar su esquema con mayor urgencia. 因为对家己国家研发的疫苗特COVID有国家管的信心，土耳其各地注射中心有愈来愈多人登记要做特COVID，顶礼拜得到紧急授权，不过已经比原本的计划慢几多个月。 Daha önceki aşıların BioNTech'te 3. dozun Türkovac'ın onaylanmasını bekledim 3. doz için. Yerli ve milli bir aşımızdı. Bu bizim için yeterince gurur ve onur verici bir kaynaktı. 1600 ve 2000 bandında Turkuvac aşısı yapılıyor. 会当讲是全世界注射率模范生之一的葡萄牙，虽然是有加码优惠。 自后礼拜日开始，做过加强针的人去看运动比赛或者是餐厅，拢免搁再传体检阴性证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美国甲巴西目前拢决定讲要甲注疫苗年会降低。美国疾病管制局的专家会议嘛决定讲要开放到12岁以上拢会当注。巴西嘛开放5岁到11岁囡仔嘛会当注疫苗。另外，意大利是规定讲50岁以上的民众拢爱注疫苗，若无就袂使去上班。 美东时间初5，美国疾病管制局 CDC 的专家会议以13比1的票数通过决议，建议政府将第3剂疫苗年纪为原先的16至17岁扩大范围到12至15岁，来防止快速传开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条件是注完第2剂了后，至少爱5个月再当各注第3剂。同时，前2剂注的是辉瑞药厂的 BNT 疫苗。南美洲大国巴西也是新型冠状病毒累计确诊案例前几名的国家。 巴西政府除了宣布专门为儿童订买的2000万剂疫苗，伫要陆续到货，注射年纪也扩大到5岁至11岁以上。Em nome do Ministério da Saúde, eu quero me dirigir nesse momento, especialmente aos pais e mães dessa grande nação, para dizer-lhes que todos aqueles que quiserem vacinar os seus filhos, o Ministério da Saúde vai garantir doses da vacina。 虽然联邦并无规定是毋是强制儿童注疫苗，不过州政府有最后的权限来决定是毋是要求辖区内学校卖予无注射人入去。较早是欧洲疫情上严重的意大利，政府原先规定，除了老师甲医护人员一律强制注疫苗以外，50岁以上其他行业的受雇劳工，伫 PCR 检测阴性的条件下，会当毋免注疫苗。不过针对快速传开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意大利政府决定取消 PCR 检测的选项。 Oggi particolare, ma è periodo particolare perché è da un paio di settimane che abbiamo una richiesta aumentata esponenzialmente, in maniera esponenziale per il fatto per richieste di tamponi e anche vaccini, devo dire. 因为新规定实施的时间是伫2月15，各界拢伫看政府会安怎处理违反规定的民众，也甲公司行护。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 再来看哈萨克的示威抗议发生闹火冲突，让总统的官舍拢互放火烧哦。哈萨克内政部是表示，这场动乱已经造成18个安全人员死亡，700多人受伤，嘛掠2000多人。哈萨克上大城阿拉木图有几载示威民众和安全部队枪杀。罗西亚主导维和部队嘛已经前往当地来协助维持秩序，包括联合国、北京甲欧盟拢呼吁讲，要用和平对话来解决问题。 为哈萨克警方发布的影片，会当看到车路四界全火，已经有人不幸死亡。有示威的民众因为去互逮捕，跪伫咧路边的。
哈萨克示威的活动演变作闹会冲突，上大社区阿拉木图发生激烈枪战。哈萨克内政部表示，有18执法人员死亡，700多人受伤，而且已经逮捕2000多人，还有几10个示威者去安全部队用枪打死。哈萨克总统官舍的外墙有去火烧过插火带的焚热，内底嘛是规个烟烟火火。哈萨克总统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斗3天，由俄罗斯主导的维和部队已经去哈萨克合作彼此结束。不过各国拢有不满哈萨克的民众去大使馆头前抗议。We are independent country don't need other soldiers in our own country. Our own people doesn't want to speak with our government, and our government refuses to speak with them. They just requested foreign troops. 哈萨克爆发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上界严重的动乱，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拢派维和部队去哈萨克。国际社会是真关心动乱的发展，联合国甲欧盟拢呼吁大家都要自我约束。也那北京是对俄罗斯派维和部队的合法性有质疑。We have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this request and whether it was a legitimate invitation or not. We don't know at this point. The world will of course be watching for any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actions that may lay the predicate for the seizure of Kazakh. 因为哈萨克是真重要的能源输出国，加上因是政局长期相对较稳定的专制国家，附近同款是专制统治的俄罗斯等等的国家，嘛烦恼会受到牵连。И они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казахстанцы, что это их страна, и другой страны у них не будет. Поэтому перевернуть страну дорого будет потом ее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目前哈萨克全国是进入紧急状态，全国的网络嘛照切断，嘛实施宵禁甲限制行动，会持续到1月19。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来看国防部关于局上新的统计，国军有上万的身体质量指数 BNI 超过30，算是中度大考的阿兵哥哦。传出参谋总长陈宝如捌主张讲，要来立做提前退伍的对象。虽然国防部长邱国正打动啊，也毋过嘛认为爱好好面对这个问题。国防部副部长王信良今仔日立法院备询的时阵表示讲，阿兵哥上过大考，会辅导因去减重的门诊来治疗。我22.8，哦，好棒，真的很棒。我猜，但是我跟委员报告哈，您刚所讲的是总长说什么要汰除这些什么肥胖的这些人，不是事实哦，不是事实，这都是外面自己在臆测的，没有这回事。每个人的体质状况是不一样的。对，有些人你讲这个就正确了。很雄壮，可是他 BNI 值会高，可是他对战力一点都没有影响。是，官兵的身体健康我们要很重要。对，他身体有问题，我们会追究。对，所以我特别感谢。王信良强调讲，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啥相同，目前陆军司令部有一套对美军改良的运动下课程，为阿兵哥会向要求讲爱接受相关的体适能的训练，唔那加强体力嘛，慎选减肥。再来看这礼拜日罢免立委林昌泽特别投票，民进党立委大动作做伙来相挺哦。国民党嘛整理林昌泽失职7大纪录。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是表示讲，国内疫情的拖，也毋过政府高层率只关心选举，所以不得已爱徛出来表态。离罢免投票日搁剩2天，无党籍立委林昌泽来到西宁市场，争取大头家的支持。民进党立委何欣顺也陪伊做顶扫家，强调林昌泽对网家的付出一定爱保掉伊一位。小时候我们常常来台北，看阿公阿嬷哦，就是在临沂街。那刚好阿顺在这边就知道我们就是在临沂街这边长大。我们就是希望1月9号真的是可以好好的阻挡，然后我们之后1月9号可以好好的过年，好好的让这个台湾一方面防疫，一方面经济也要大家一起努力的拼经济振兴起来嘛。林昌泽呼吁全民站出来反罢免，民进党立委也拢做伙相挺，还有总统蔡英文伫初6下昼出面，副总统赖清德也按算伫初7下昼陪林昌泽拜拜祈福。只是讲台北和桃园疫情滚价，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就批评，呼吁孤战的间来只有选举。蔡英文如果不动，我也不会动。那你这样3番2次跑到万华去，你什么意思？在疫情这么紧张的时候，以总统之尊这样封街，然后拜庙，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太不像话了，对不对？有点官逼民反了。这个半年来发动罢免之后，就是林胜东事件之后，我在选区看到林昶佐的次数比他以前5年多了100倍。国民党也开始动员，整理林昌佐失职7大纪录。市党部阁按算伫初8下昼举办罢免造势大会，林昌佐只是毋拿国民党各民间团体拢有意见，
不过林昌佐认为罢免的理由是无够充分，希望正月初9大家站出来，让这件代志会当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底，高雄有一家伙4个人和啉酒赛车的人弄到妈妈死亡，今仔早起办告别式，因为爸爸甲查囝拢搁伫病院的治疗，因的亲人是呼吁政府爱重视啉酒赛车的严重性。警方透过行车记录器，嘛抓到一台迄天违规的车辆。我笔记写在哪里了？哦。为新竹赶来送查囝最后一程，这种伤心互还家的老翁仔某，无愿意对囝头讲伤济。因讲透过声明呼吁政府修法加重着酒后赛车的罚则，嘛爱有防着脱产，啊，佮维护行人路权，以及恳求社会甲政府协助受害者渡过困境，恢复正常生活。其实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接到他们任何一方的慰问或是一些关怀这样子，情绪上其实都蛮激动的啦，所以说。有许多话想要跟新池大嫂说。去年底，林家一口罩行伫林兴道馆顶，互酒后赛车的黄姓男子弄着1死3受伤。当场死亡的林妈妈再是公祭，因为翁婿甲查囝医院住院，无法度到场，由林先生的小妹还有妹婿全部来协助。中央的这个修法能够从严从速，能够尽速完成因为代志发生迄天，除了肇事的车辆，嘛发现其他的车无尿这口罩。警方检视行车记录器了后，认定对向一台车无尿，开罚1200块。而当时车顶的一对翁仔某，嘛互检方列做这件案件的证人。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台中有一个姓詹的民众哦，有一台车虽然是登记伊的名，也毋过普隆时啊，拢是因的太太的驶哦。这台车欠2000外币 ETC 的通行费，罚款哦，佮有牌照税嘛拢无落，拢总是欠64万。最近哦，詹先生的透天厝向强者拍卖来行罚款哦，伊是真怨叹。伫高速公路用 ETC 收费是真紧佮方便，毋过台中有一个姓詹的查甫人，伊名下的一架车登记互因牵手驶。毋过，为2016年到2019年之间 ，ETC 的通行费拢无去纳，包括牌照税在内，拢总欠国家64万外。即马即个姓詹的男性，伊的厝爱去向强者拍卖。莫名其妙，向啊，连厝嘛无位，啊车嘛无动，拢无位安尼。我莫名其妙。可能要跟夫人劝一下吧，我觉得这个。我无懂。即个姓詹的男性表示，因牵手先讲就讲毋听。3年前，伊一个生气，甲车讲互歹。想袂到呾已经欠遐尔济钱，欠钱的罐总塌起来，是超过半个人的分数权。中华行政这篇分数表示，这个民众 ETC 欠钱的案件数量有到2262条，是全国上济，嘛是伊做执法的工作以来头一届拄到的。尾也有调查到伊伫个南投水里有一栋80平2层楼的透天，随行强者拍卖。郑先生他也没办法缴纳，因此呢，账号分属不得已，也只有拍卖他在南投的一栋透天厝，这栋透天厝在111年1月4日拍定，当天卖得了金额一共是122万余元。中华行政这篇分数强调讲，厝点交了后，扣除伊欠国家的64万外，剩的钱会向予这个姓詹的男性，嘛提醒民众，家己名下的车千万唔通登记予别人使用。就算是翁仔某嘛共款，避免发生纠纷。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逐冬哦，拢有真侪过冬鸟，有一款真罕见的小天鹅，过去是真少飞来台湾过冬，也毋过今年伫东部看到10外只，咱做伙来看卖。伫鹿野碧南溪边，两只看起来像鸟仔，搁像鸭的鸟仔类，真自在伫咧整理牧草。远远溪边原来有5-6只同款的鸟仔类，啊，毋过这到底是什么鸟？一般民众嘛看不出来。距离太远了，我不知道那个是到底是白鹭鸶还是天鹅。鸟仔又详细比对，发现因是北欧甲亚洲北方的小天鹅，啊，过看起来无亲像印象中的白色天鹅。鸟仔又是讲，可能是飞3-4千公里，也未赴整理清气。而且台湾毋是因会迁徙过冬的所在，即届差不多有10只出现伫台湾东部，可能是迷路啊。啊，过这是真难得的记录。那这次在台东来了10只是非常少见的。我记得我在2014年的11月份曾经看过4只在北南溪口。最近这几年，台北河川桥伫台东碧南溪当地进行引产的工程，一区一区产变做是真侪大鸟甲野鸟休困的所在。
不过是毋是因为水田和小天鹅飞过来，也无法度确定。新的一年一日开始，到小天鹅飞来避人溪过冬，使人欢喜。就还有呼吁民众看到因唔通伤欢喜，顶到塑胶行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阵少年囡仔哦，因为正关心偏乡的教育，所以小少去宜兰的南澳，教囡仔一寡课本无教的，希望鼓励这囡仔自主学习。明仔载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这阵真有理想、一步一脚印的少年囡仔为偏乡教育的打拼。可以跟它的大小多大？你先拿一包出来看看看。每一天拢有无共主题课程的小人1号，甲学生做木工，家己煮中昼顿，透过体验，互囡仔探索课本以外的生命教育。这是2018年成立的春苗教育发展协会创办的体制外创新教育。大家所有的偏乡的这些地方来说，我觉得孩子最大的困境是他们对自己的肯定跟自信度，其实相较是比较少的。我即摆要去澳花国小，要去遐上课。团队还佫利用一台旧的马术，改造做行动教室，车顶的桌仔椅仔拢真焦长。创新的思想会当互理念深入，团去各项的所在。也若为了教育弱势学生设计我介意我家己的课程，会当互囡仔建立对家己的信心。今日设计的课程叫做“我介意我家己”，嘿，阮认为自信心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因为每一个人拢需要去认识自己，去介意家己。用教育改变囡仔的未来，是小人1号成立的初心。团队佮各地册店合作，规划全国女孩联名计划，用多元的课程培养囡仔独立思考的能力。偏乡地区的女孩，她们的资源跟知道的知识相较是少的，所以她的选择跟竞争就少。所以其实我们的功能都只有一个，就是帮九英看掉哦，有这个选项。小人1号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计划，为南澳出发，连接全台湾教育的优质，推动体制外教育，让囡仔找到家己较在手的，勇敢实现未来梦想。记者罗敏祖、连新维宜兰花莲报道。咱再来看一阵视障朋友甲陪跑员哦，因发起爱心路跑的活动，要来帮助华人的家庭合作中心，请弱势家庭来食团圆饭。伊要用16天摄台湾一日，望讲大家当做伙来做善事。有看的做啊穿黄色运动衫的视障朋友，有陪走的人的引导，倒摄台湾已经进入第13天，规路大家唔惊低温，有当时啊落雨，不过心肝头若想着讲要帮助弱势家庭募款，都有变势。我看这声吼，应该差不多要3天才差不多去。你死啊！那个痛苦，我不是跑到流汗的，我是听到流汗的啦。你带视障者的时候，那个车道的距离，或者是旁边有没有人，前后你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是第5届盲人宽带活动，今年拢总有4个视障朋友参加。去年12月25为台北出发，一定16天完成路跑。各县市原来有不少爱马拉松的民众陪走，成功募集1785份年彩。从12月7号，我们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再加上整个盲人路跑环台协会还有其他的单位的协助之后，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1785份的达标。教育中心是讲，除了过年赛以外，过年后马上就是第2学期开学，估计都爱发放上千万助学金。不过受到疫情冲击，捐款愈来愈少，呼吁各界会当持续关怀家扶并协助捐款。记者综合报道。医学上器官移植的技术是愈来愈进步。咱来看万丰病院创意25档，最近头一届执行多种器官移植，嘛正顺利，互病人拢恢复健康。双手合掌，感谢捐器官的人无私的奉献。今年72岁洪女士，原本是一个肝癌的患者，伫医师的解说甲治疗之下，知影讲换肝会当救家己的性命，所以决定动手术试看卖。之前是都腹水嘛，就走路很笨重，都不想走，爬楼梯都会很累。我现在很轻松，身体很轻松，就走路也比较快。也有一个长久以来受到红斑性脓疮病痛的老小姐，现在规身躯拢挂水，嘛就要洗药剂。后来决定等换药剂了后，差不多1礼拜就接到电话，手术了后展开新的人生。是12月初的时候，
就是挂医生的诊，然后下个礼拜就是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再下个礼拜就接到通知了，12月19才开刀的，所以才刚出院没多久，但是恢复的都蛮好的。医师表示，以换药剂来讲，只要是有适合洗药剂的人，而且有意愿做评估，超过70%的患者，其实拢有适合做换药剂的手术。若是肝来讲，就算是治疗癌症，经过治疗了后5年来身体稳定，嘛拢适合评估来做换肝。根据财团法人器官移植登录中心上新的资料显示，目前器官捐赠者的总数是49个人，排队要等换器官的病人总数是10467个人，等待期有较长，所以活体捐器官嘛是一个会当思考的方向。我们过去常常见到的一个现象是，这些肝脏、心脏乃至于肺脏的病人，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在等待当中死亡，而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一个器官来源。那所幸的是，现在的肝脏可以考虑去施用活体的肝脏来源，所以说在台湾地区，在台湾的话呢，我们事实上执行活体肝脏移植的这个数目，要远比尸体肝脏要来得多。医师表示，英国对器官衰竭的病人，伫咧医疗会当提供的资源真有限。不过，器官移植的技术是愈来愈进步，让病情严重的患者有新的希望。万通病院创医25年来，头一届共一个手术做几下器官的移植，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复原出院，这嘛是台北市南区医疗技术进步一个真重要的路程碑。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新增的国家电影视听文化中心今仔正式启用，总统、行政院长等人拢亲身出席，除了会来进行影视文化资产的保存上特别是中心有一间亲像电影院的试片空间，是非常的舒适。所以其实没有人看过。设置整理加工，每一个画面拢详细处理。这是影像修复人员手上的工课，嘛是协助台湾保存旧的影像资产真重要的工程。文化部伫2020年完成国家影视厅中心转型做行政法人的工课。经过几啊年，伫新北市新增的专业场馆总算完工啊，和工作团队进驻。过去44年来，前辈们守护着国家的影音资产，四处流浪，寄人篱下。好不容易，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家。第一任的董事长拿作为指出，中心成立是进前真侪人辛苦的成果，未来会持续打拼，让更较侪人知影台湾的故事。伫启用的这一天，总统蔡英文等等的政府官员拢出席来做见证。在升级为行政法人、启用新场馆之后，更要大步的向前迈进，把典藏、研究、策展的范围逐渐从电影扩及到电视和广播。现在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新北市长侯友宜，拢讲到第2期的工程，要去影视厅博物馆甲片库。这些老旧影片都是第2期要做的。我们的土地虽然还是新北市出，院长非常的承担54亿，我们好好拼，大家要做出一个像样的影视厅博物馆。如果还要再充实，还要再增加，中央都全力支持。就是这第1期的土地产权已经移转，第2期的土地还是没有移转过来。国家影视厅中心有设2间高规格影厅，会当制作经典电影的修复甲放送，也有专业试片等等的空间。内底嘛有电影、电视、广播类各时期珍贵的文物，期待未来会当持续典藏、修复甲做推广等等的工作，让更加侪人会当了解台湾影视厅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目前有一场展览叫《唱咱的歌》，小解流行音乐的历史。也毋过伫这展览台语流行歌小解了较少。中心是表示讲，目前针对台语流行歌的整理还无完整也毋过因会尽力来改善。配合导览的装置甲文物来呈现流行歌的历史。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展览《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已经展出要4个月啊。来看展览的观众袂少，尤其少年人特别多，观众感觉真心实、真怀念，甚至一个伙仔搁同齐来参观。他们就觉得说，都是有以前的这些记录，所以再带我们来看。是有一部分是自己的记忆，然后有一部分是在你出生之前更早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你才看得到流行音乐整个历史就是完整的样子。不过有观众认为讲，这个展览咧说明台语流行歌历史的部分较无周至，现场是以华语的流行歌为主，感觉较欠台语的流行歌。
譬如讲，苏当时台湾头到台湾尾拢真迄度的爱拼才会赢，嘛敢若以一张唱片来呈现，亲像咧展览文物共款，甚至一时大轰动的布袋戏的歌，拢无伫即个展览出现。其实我们在比较近代的台语流行音乐的比重上，似乎没有那么的充分跟足够，将来可能会把这部分的比重再做一个调整。官方也承认讲，这个展览主要是咧小解华语的流行歌，确实台语歌的部分有较少。日后因也暗算讲，另外来做台语歌，甚至其他分类的音乐，甲更较完整的台湾流行歌历史，唱入观众的心头耳啊。记者朱英晓、陈宝罗台北报道。为特别推广小安客文化，婚龄轮陪当行国小校友会伫罗厝村哦举办台来讲客家故事的活动，趁电风庙林咧闹热的时阵来举办哦。各有学生囡仔搬戏下琴是真闹热，咱做伙来看卖。大家说饱嘛。主持人伫边仔鼓励大家一个接一个上台讲客语，腔口甲咱捌听过有了也无共，因为这是属于照安腔的客家话。做戏做满。遮黑遮满是什么？谁知道？照安客伫台湾的客家族群内，算是人数较少的一阵，大部分住伫婚姻西的这卡岛，为着卖互家己的母语长紧。这回轮陪当行国小校友会特别举办大家族谱来讲卡书的活动，望众人去开嘴讲客语。今天办这个活动，让大家能够一起讲客家话，然后看表演，是很棒。大家做不来讲卡书，就是大家一起来讲客家话。活动当天也就是老厝在地三界公社平安，除了安排歌剧团、学生布袋戏团社戏，还有下小提琴表演。全照安客话演出，现场是热热滚滚。大家来举办这活，大家来讲客话，吼，来推广咱地方的文化。啊，都今仔都配合着阮吼，这整个了后社平安的活动，吼，啊，都联合着整吼社区，吼，啊，甲这人民世界大家都来举办这活动。我希望会当将这活动，吼带动一个，我互整个人，互学校，互感觉讲把这文化爱继续去保留落。透过少年线精彩表演。在地也望甲文化、甲电影欣赏做结合，通过村民为日常生活当中开始讲客话，甲母语扣回来，互客家精神继续保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一间铁道公司哦，推出全世界头一款当驶伫大路、嘛当驶伫铁轨路两种模式的火车，未来会伫偏乡来服务老大人，或是大尽量唔免搁搬车。细只巴士慢慢爬行，详细一看车头有点仔特别。日本德岛县海洋町亚洲海华铁道公司推出全球第一种商务式车辆 DMV 商业载客服务，正式导入营運，用伫車路、用伫鐵軌路頂管理賽。DMV というのが、ご存知のように線路と道路と両方走ることのできる、車体ということで、今まで道路だけ、線路だけっていうような走っていたのをですね、住民の近くまで行って、人を乗せてまた線路の上を走れ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そのあたり非常に交通、特に地方の高齢化が進む中での公共交通にはすごくい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期待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DMV 的外形甲一般的小巴士同款，以传统树林车链驶伫一般的车路到换站了后，铁轨路站用的钢链绑落来，车身正做火车车厢，原本巴士头前的车链挂起来免用，后车链伫铁轨路外侧继续驶，辅助推进。道路を走ってきたそのバスが車輪レールの上に乗って、そして前の方からですね鉄車輪っていうのがぐーっと出てきて前の車体を浮かして、そして後ろのタイヤでそのまんま線路の上を走るというような乗り物です。DMV 系统早伫2002年就由 JR 北海道铁路公司研发，不过因为财政困难放弃计划。亚洲海华铁路公司接手研发了后，总算成功予 DMV 商業使用。そのあたり海洋庁がですね、まずファーストペンギンになってですね、きっちりと運行をしていって、それでまた全国のローカル線にもそれがつながっていけたらとそのよ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公司新聞林浩如编译。
咱再来看西班牙伫初五公布一项新的法案，认定宠物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动物哦，甲囡仔同款。若说翁仔某要离婚，男女朋友要分开哦，双方拢有宠物的监护权。西班牙初五新法上路，第一摆认定宠物是有生命、情感成分，唔是物品，伴侣应该共享对宠物的监护权。若离婚或者是分手，监护权的判定应该甲囡仔同款，以动物的福利做考虑。Lo más importante es la modificación del régimen jurídico al dejar de tener la consideración de cosa y pasar a ser tener la consideración jurídica de ser dotado de sensibilidad y que su bienestar tiene que ser tenido en cuenta por el ordenamiento. 第过去，西班牙法律倾向将宠物认定是主人物件，所以拍宠物官司的时阵，当初注册饲的一边拢是较占优势。啊，不过根据新法的规定，主人爱保证宠物的福利，那其中一边要残忍对待动物，就可能失去对宠物的监护权。另外，财务较好的一边，或者是已经得到囡仔监护权的这一边，拢较有机会同时得到宠物的监护权，因为动物甲囡仔之间存在有特殊的情感联系。Me parece muy bien porque yo tuve a mi perra porque quería yo un hermano, pero no pude porque mi madre ya no podía porque ya eran bastante más mayor y entonces hice un poco de una engañuza y le dije al final un perro y entonces conseguí a la Naya。不只是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这欧洲国家，也早就将宠物看作有生命情感的生物。所以联合政府按算进一步修法保障动物福利，禁止野生动物伫马戏团表演，甲禁止店头卖卖宠物等。公司新闻因号路朋友。明仔载同款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凉冷哦，嘛是会落雨。中南部的山区嘛会落雨，其他所在平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好天的天气。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华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